希塔美德下載真實。真實係一種內在嘅力量，佢讓我哋能夠坦然咁展現自己，無需要偽裝或者隱瞞。當我哋選擇真實，我哋就能夠真誠咁面對生活之中每一個挑戰，並且以自己嘅方式走出一條屬於自己嘅道路。真實並唔代表我哋要永遠正確，而係我哋可以勇敢咁承認自己嘅不足，並且願意為自己嘅選擇負責。呢種力量讓我哋喺面對外界壓力嘅時候，依然能夠堅守自己嘅信念，不被他人嘅期望所左右。真實就好似一塊鏡，清晰咁反映出我哋內心嘅世界。無論外界點樣變化，我哋始終保持真實嘅自我。呢種透明同埋坦誠嘅品質，讓我哋嘅生活揾到真正嘅平衡同埋和諧。我而家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真實嘅定義，我知道真實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是真實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真實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真實嘅觀點，我知道真實係可能嘅，我知道真實係安全嘅，我是真實的人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